因若学生囡仔开学爱税厝，内政部昨昏就公布头一届公布大学学区附近税厝租金的统计，希望会当互这学校附近的租金会当透明化。以咱全台湾86个主要的大专校院行政区做单位提供租金的统计数字，其中伫台北的内湖租金爱22000，是全台湾上贵的。也毋过，即马学生囡仔是认为讲，学校附近的厝真正是真歹税厝，真恶找。希望政府爱改善市场，安尼租金才有法度降价。9月份，国境大学小连续开学，不少学生有税厝的需求。毋过，学区内底税厝是真抢市，一般租金是无俗。以台北市文化大学做例，学校会协助学生确认税厝的环境。嘛有热心的学生会伫网络顶分享伊拄到的情形，提醒大家都要注意，避免去踏到税厝的陷阱。有人专门去整理出来，这附近这一区好像还有整理到山下有哪些地方可能会有二房东。教官也会特别去巡查，就是是否配备完全，像是一些安全措施跟逃生路线以及合约的方面。毋但学生自救，内政部15嘛头一届公布大学学区租金的统计。以全台湾86个主要有大专院校的行政区为单位，提供租金4分位数统计数据。其中台北内湖有空灵大学、德明科大、甲国立台湾戏剧学院，租金75分位数都有到22000，是全台湾上贵的。区间的方式也是希望说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在这个区块里面，好，这个地区的最低的行情可能是这样，最高的行情或许是这样子，不会说啊这人家随便任人宰杀啦。相关的资讯公布伫内政部地政司网站租赁条例专区，希望会当协助学生甲家长伫校外税厝的时阵选择合理介绍的参考。会参考，但是会不会实际去依这个当依据是没有很确定，这样觉得是环境跟价格一起考虑。可能会在山下找租房子还是什么的啊？因为毕竟学生肯定会去偏向于便宜那一方面。官方公布这个资讯，学生是真认同，会当互租金豆透明化，伫税厝进前嘛当有一个参考。不过实际上，伫学区税厝，现在拄到需求侪过供应的情形，就算是较贵或者是条件较歹嘛，就爱租。希望政府会当继续来改善税厝的市场，互税厝的租金有机会阁降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